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今集講丙午馬年流年主星廉貞天相嘅個人運程。咁點揾自己流年主星啦？咩主星最吉最凶啦？同埋有咩要注意啦？可以睇翻紫微個人流年運程嗰集嘅。財運正財偏凶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志在參與偏財咧就稍凶啦輸錢咧極易，贏錢極難長短線咧都不易嘅。咁馬年最好就戒賭啦。咁手痕難耐咧就調整下強積金分配其他咧就最好眼看手勿動。事業受僱者咧要小心，可能咧會有不利嘅調動或者直接被人解僱。做事咧就要盡量親力親為要實際參與工作，唔好只係叫人做就唔理啦。咁仲要咧多聽意見工作運不吉咧，記主動轉工㗎，咁就會越轉越傷。忍耐咧比較划算營商者咧被逼開拓遠方市場，咁但恐怕咧就會勞而無獲。咁仲要咧歷盡挫折艱辛。咁但係為咗將來鋪路出多入少咧都要去噶啦咁合作經營者咧仲要防止咧呢個拍檔反水傷害公司，傷害自己，感情利益咧係雙雙受損嘅。姻緣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馬年嘅感情咧係易生劇變，傷害咧係難避免可謂咧就凶多吉少嘅。咁有生離死別之象要做好心理準備盡量咧就維繫感情啦。已婚者咧離婚拍拖者分手嘅機會咧係唔細㗎。單身咧就姻緣不吉姻緣咧極難成就嘅。咁除非有受虐傾向啦，否則咧先放低仲好啲。所謂咧唔食羊肉咧一身騷㗎。未婚者即使戀愛成熟，馬年咧都不宜結婚。健康吉凶參半要特別留意精神疾病比如神經衰弱啦。咁大多咧都無影無形即使失眠多夢咧都唔好掉以輕心。人生咧太多無奈莫要放不下少問世間事少關心多變嘅局勢，少先天下之憂而憂少對身邊嘅人疑神疑鬼。否則無病就生病，舊病咧都會復發嘅。要多同人溝通啦，唔好收收埋埋。情緒咧要有出路只要咧真心願意一對貴人星咧係會幫到你嘅。化險為夷，吉人天相。赤馬同中若休確，山南險象緊追蹤。馬年嘅重點係埋堆，車公簽嘅預示精工造假，真誠無價。大家咧可以結合參考。流年主星廉貞天相就講到呢度有嘢想講咧，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祝大家馬年吉祥，萬事如意。多謝大家。